今头顿来到国内，有人伫面册分享，讲伊若像伫卖场 Costco 买到臭气牛肉，引起讨论。不过有网友怀疑这是当事人家己甲牛肉啃甲过期，才提出来讲。卫生局有派人去稽查卖场，拢符合规范。那 Costco 表示，作业的流程拢遵照标准，会协助消费者退货换货。有网友伫咧 FB 的社团抛出对好事多买回来牛肉的相片，问讲伫什么情形之下会是3条好的，1条臭的，引起上千名网友伫咧讨论。不过，一张相片网友看法无同，有人怀疑讲包装顶头的有效日期是10月初7，不过发文的日子是13，牛肉可能早就过期啊。适于10月4日当天切割包装，有效日期为10月7日，当天包装全数上架。截至目前，未收到其他消费者反映相同情势。消费者敢若是买到变质的牛肉，高雄市卫生局也派人到卖场稽查，确定现场的青肉的产品拢是散装的包装，冷藏库甲环境也拢符合卫生规范。挑验同品项的产品，也无发现变质的情形。牛肉会呈现鲜红色，是因为氧和肌红蛋白与氧气发生作用。若牛肉在缺氧情况下，肉的颜色就会转变成为黑红色，呼吁食品业者善尽自主管理。伫最近好事多的食品定定出代志，就是要民众讲，伊买坚果的饼吃起来有咸咸的口味，食了会吐，怀疑是生菇。不过经过卫生局查验，卖场拢符合规定。好事多官方是回应讲，作业流程拢依照全球规范的标准，将会协助消费者进行退换货，抑个客诉处理的代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